一杯奶茶肉5蚊到15蚊，你覺得邊個界剪最危險？最平嘅、最貴嘅？我俾 AI 跑完數據發現，最危險嘅都唔係呢兩個。RM5、7最蘋果檔，反而伸得最長。AI 一拉數據，呢類鋪頭成本裂扣極簡，檔口細，請人少，唔做外肉靠人流。一個月肉3000杯，薄利但穩定，位置揀啱就餓唔死。真正死得最快嘅係 RM8、11呢個中間價位。AI 分析員發現，你啲客呢，兩邊都唔係你嘅人，平檔嫌你貴，精品客嫌你路，原料成本比低價檔高一半，利潤又拉唔上去。同一個商場3至5間倉呢個價位，顧客平1蚊就走咗。AI 拉完1000間鋪嘅數據 ，RM8、11嘅鋪，一年執笠率比其他價位高1倍有多。你覺得性價比最高嘅勾間，其實係利潤同客流兩邊挨打。你杯奶茶賣幾錢？評論勾打出來，我俾 AI 睇下你個價位穩唔穩。